每次搭地鐵，你有冇試過企喺月台邊，突然有種俾列車吸住嘅感覺？究竟呢種心寒感覺係幻覺定科學秘密？今日，我哋就嚟拆解呢個困擾無數都市人嘅地鐵之謎。你所感覺到嘅吸力，其實係大名鼎鼎嘅白努利定律搞鬼。當列車高速駛過，佢同月台之間嘅空氣會被壓縮，流速極快。根據白努利定律，流速越快，